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。要来看到秋天是食毛蟹的季节，标来关头乡外西潭大只毛蟹放开一条，即嘛毛蟹等咧大出。哇！新鲜的毛蟹，放一寡紫苏甲姜片来提味，放入去鼎内底吹大约12分钟，就会当上桌。很鲜甜，很美，是一般的海鲜所没有的特殊味道。苗栗县每一年对大湖、杨定湖进口的毛蟹仔仔来饲，到即马已经进入第9年。采用明德水库无污染的水源，佮必须通过64项药啊，甲第2型监量检查合格，才会当来卖。苗栗品质真好的毛蟹名号是真响亮。今年因为气候适合毛蟹来生长，产量更加是突破3.5成以上。明德水库的水是属于饮用水，所以它是没有污染的。今年我们这个区呢，我们大概放了3万多只啦，我们成活率大概预估在3成5以上，所以今年的量会比去年好很多。业者趁着半暝啊来到池仔边，真侪3两到4两的毛蟹已经爬起来岸边，为着避免毛蟹受到损伤，业者干来当用网啊1只，也是2只豆豆啊来抓，再搁根据大小来分类，经过清洗，再搁来拔原理特有的笑草，互味搁较青甜。虽然产量增加，毋过计数部分甲往年同款，一只3两到4两的毛蟹爱350到450左右，5两到6两以上的毛蟹计数都爱500到900。记者综合报道。